加拿大聯邦大選喺4月28號咧就塵埃落定啦。嗱，咁當然啦，喺呢個經濟角度上面嚟講，就少咗一樣嘢嘅未知之數啦，已經解決咗。但係仍然有好多問題需要去處理過。今日咧拍一條片同大家講下，究竟加拿大經濟上邊仲有啲乜嘢係需要去處理嘅呢？今日同大家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希文溫哥華嘅理財顧問。嗱，4月28號咧，聯邦大選塵埃落定啦。咁當然啦，係繼續由自由黨 Liberal 咧繼續當選嘅。咁未來呢4年啦，究竟係點樣去有咩嘅政策或者有啲咩嘅措施出台咧？咁我哋拭目以待。但係咧，既然個政黨已經選咗落嚟嘅時候咧，今日咧都想拍一條片去同大家去講解一下，究竟其實而家加拿大經濟上邊有啲乜嘢我哋係需要去留意，或者作為一個市民嚟講有冇啲乜嘢我哋需要去立刻去面對嘅呢？講解之前記住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嗱，首先講第一樣嘢先，第一樣嘢咧就係本土經濟衰退，講咗好耐。其實咧而家唔係陷入經濟衰退，但係又好似係咁樣。咁當然啦，主要嚟講啦，經濟嘅增長今年預計咧都唔會有乜嘢嘅增長，再加上嘅失業率仍然係高企嘅時候咧，反而影響得最深嘅咧就係中產家庭啦。咁亦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嗰陣時疫情可能之前儲落嘅錢啦，因應前幾年息口非常之高個 mortgage 嗰個 payment 相對高，佢哋可能嘅 saving 咧已經用得比較七七八八，用得可能好多。咁而家咧其實經濟壓力嚟講咧，對中產嚟講咧反而係相對比較大喎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啦，咁究竟政府會唔會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去出台去幫下手咧？咁呢個咧就可能要大家去拭目以待，再去睇下啦。另外啦，就係呢個勞動人口增長緩慢啦，咁當然生產力咧亦都相對會降低。其實呢件事咧已經唔係一啲新鮮嘅事，都係潛在咗一件好長嘅時間啦。咁問題就係咁問題又在於究竟政府有冇一啲嘅政策出嚟咧？例如係乜嘢咧？吸納多啲嘅人才啦，或者咧企業上邊咧有冇一啲嘅優惠咧，去幫助佢哋刺激佢哋嘅生產力咧？嗱，另外啦，就係呢個加息減息嘅問題喎。加息減息咧，其實咧只係對某一些嘅產業有幫助。長遠嚟講咧，其實大部分情況下對一個整體經濟咧，唔會有一個太大嘅一個衝擊。咁問題就係咁啦，與其淨係着重加息同減息政府係咪應該去出一啲嘅政策咧，去幫助成個經濟嘅發展咧？另外啦，其實政府咧應該咧要將呢個社會福利咧轉去鼓勵投資。乜嘢意思咧？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啦，政府呢幾年咧都投放好多嘅資源啦去社福嗰邊嘅。問題就係呢度啦，你如果不斷係咁派糖嘅時候，長遠嚟講對經濟咧唔會有一個太好嘅增長，因為其實你個開支大嘛。反而咧就要開始點樣去諗下咧，去振興經濟，而振興經濟就係點樣咧？去吸引一啲嘅資金企業嚟本地加拿大去投資啦。嗱，另外一樣嘢大家可能都要去知道嘅就係，如果可以有一啲鼓勵一啲企業去本土投資嘅時候，咁當呢個失業率向下降嘅時候，個 GDP 亦都會向上升。咁樣，但係又唔會影響到話而家本身做出嚟嘅福利。咁其實咧就係可以一物兩用嘅。而最後一樣嘢啦。當然，過往呢2-3個月啦，可能大家睇新聞一定都知道，因為我哋嘅鄰居好鄰居特朗普去出咗一啲好多嘅唔同嘅政策啦，有一個貿易戰啦，其實對經濟下有一個衝擊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大家可能唔知嘅就係加拿大係響 G7 入邊咧負債率係最低嘅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咧仲有少少嘅空間嘅喎。咩意思咧？咁當然如果係響7個國家入邊，我哋嘅負債率係最低嗰個時候，意味着其實我哋仲有某一啲嘅資源去投放翻喺我哋本土上邊，無論係政策或者各方面嘅嘢，
去令到我哋本土加拿大經濟咧會有一個穩定啲嘅向上嘅發展。嗱，咁當然啦，政策有啲乜嘢會出台，點樣出台，幾時出台，就真係要睇下究竟佢哋上咗任之後會有啲乜嘢嘅施政報告啦，同埋有啲咩計劃會去同大家去 share 啦。咁當然繼續留意翻我個 channel 啦，咁不定時咧我都會同大家分享翻一啲無論係關於理財、投資、保險同埋稅務上邊嘅資料嘅。我係邊個？我係希文，溫哥華嘅理財顧問。下次見。